台南六甲是一个历史甲人文风情真丰富的都市，当地有真侪老庙甲古迹，所以讲咧，区公所积极开创文创商品行销六甲，就来推出这个老厝甲庙宇的地图以及明信片。即嘛，公所发表这个古庙这个书签呢，佫有诗句，互民众才了解六甲的历史文化。 六甲区公所一直以来积极行销在地历史人文，即摆因为疫情，真侪学生伫厝内读册，所以六甲区公所推出古庙的作业，互民众会当来领。疫情的关系，大家有时候还会去拜拜，然后我们想说，希望能够在庙拜拜的时候然后放这些书签给一些年轻的学子啊。 作业顶悬是有六甲在地特色的庙，而且佫有小盖庙，另外佫有多位和区长写的诗。 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庙会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有文化的一个底蕴的一个活动我们希望借由这书签，游客或者是说香客来我们庙拜拜的时候，能够来跟庙方索取一张。欢迎民众来到六甲佚佗，买当来熟悉六甲在地特色。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